送。老太爷，哦，小爱记，公主，你俩这狐狸精啊！因为到抢阿哥，害死阿嫂，你还唔夹夹走口供？哦，我记有些个人，王爷，你讲来害死拍手的，该来问你，你可有亲眼所见？我冇啊！该现在拍手里还尸体在哪位？我这，哼，宝气！风飞呀，银那天啊，宝气那天啊，金玉那里呀天啊，小气呀天啊。我看我真那地呀，他乡那处啊，乡间那唱戏啊，是归老店呐。有黑有空啊天，来我啊来高啊，王家燕那面呐，全燕那不啊。公妹呀有啊有，回心啊多啊，真给呀面拿钱，再来分吹高啊。难道只有放情是错的？爱你老百姓讲的话，就做唔得信的嘛？哦，嘿呀呀，到啊雷震啊，要给太夫啊苦啊，用你那天啊雷声啊，雷霆啊怒啊。那嘿呀，我啊雷声啊，两个雷舞高啊，三天呐，他那情啊，不那留不啊。将天下公主一门颜亮，罗包的猛虎，不如上一个时间过来看看，那一天会查明清楚。好，凤妹，爱你飞雄，送天下公主。
中其封地县，人哋嘛个意思？系我要去哪位情人账号呢？哎呦！哦啊！系封地县，全身发肤，死嘞！来去禀报包太医咯！包太医，包太医啦！包太医，包太医，包太医，冯律师一见后不愿托死的呢！大动！永驻一颗水天公家，刀工判案也不差，一个总统我一把呀皮肤，在调查。群主啊，群众！你说公突袭的凤梨县，西木对阵，罗浮却模拟判法，太罗浮定要审下穷求也，下才贴服判下此案。包太医啊，落贴服，包太医，今做的留一丝丝的不爱什么，俺没想到俺手来见一面啊！太对，你那天来下才贴服，黑一辈子无法度多准用剑，有气无肺哦！哎呦，俺莫爱去了。白素莲，你讲的敢是？几是，多文曲圣君多，将他按下。救我去！文曲圣君来采第一天，有何事情呢？只为用剑，有案情，判不清，细查其事，细目对证，只能雷采天府重审此案。请问文曲圣君是哪一种案件？宋江就是他拍素莲，我要真审问此案，既然文曲圣君来到了，不如就由你判案咯。超叫我
可惜封家之人，莫言敢叛人。既然此款，强的阴权将其抄给我，上作庆祝在燕市铁府内。来呀！请那抄给我。太单超给我，为秦开始拍数年。哼！你再将凤梨县前来灭口，hand不格格，口将招引来。宝琪，原来恨你将我做来约会，什么个意思？抄给我，你自己先看哪里？你立下的哪位呀？呀嘿，两位就系燕市铁府啊！公同之说，该记讲得清楚明白，办案求证据，你讲来还是拍数的，该些事情在哪位？哼，没证据，一切就别讲。哦，你讲四目对证，我就拿你莫奈何。你的用言所在，所做的一切，来查燕市铁府，是瞒不过的。你自己看来。
臭狗我害死一命，作恶多端，将他建在阿鼻天我，奉帝写诸处为孽，当以出上头，再说轮回之苦。